是其实吗？朱少爷了等吧，像这样的藏文讲的话，朱少爷了等吧。那个中文翻译的话呢，其知的意思。畜生呢应该是畜是应该是资粮的，是少是应该是积资粮的，少是资粮的是，所以说我们就福德积资粮，福德这两个智慧的这两个意思累积资粮，所以说我们就一定要我们做学佛的人，他有目标，是为什么？我们的目标是暂时跟救济的目标，是为什么？我们要做救济的目标是我们做救济的成佛，做达到目标这样的。这样的话呢，我们也一定要两个路做，为什么呢？一定要需要做福的这两个智慧的资料。这两个如果这两个没有的话呢，我们没有办法成佛。所以就你学佛，你要想成佛，就很多就障碍。所以那个我们障碍消除障碍的话，一定要你坚强福德资粮。福德资粮的话呢，就很多就现在边有七支的资粮，就这里面的是就是我觉得在藏文讲的也了，也了是就我们要比如说树的根树的枝，树的叶，树的花，树的果，就所以就这里面的就是藏文的讲的也了这样的，所以就像我们这边有七支里面我讲的是藏文讲的话，恰草也了，千万不也了是两个，所以就像我讲的是怎么说呢？领地支这样的嘛像我灵是我们最高的，我们人的身体上的话，灵是最高的土地的意思。灵是我们身体上的，就但两个怎么说呢？地理是恰草这样的，就恰草也是我们恰草因为讲的藏文恰草讲的话，就很多种，就现在我们就周下跟古下是这样的两个。周下是我们就全身就怎么说挂在地下大礼拜这大礼拜的意思是全身挂在地下，就有些是你要那个也是下场也是我们无敌土地的意思，就这是小礼拜小礼拜，大礼拜的话全身就挂在地下，也是无敌土地，是这样的，就挂在无敌土地，趴在地上嘛就所以这样的。那个为什么这样子做呢？也是我们做福的治疗，我刚刚讲的，你要做这样，做我们就为什么呢？做我们有很多业障，我们需要福的治疗，做我们就为什么呢？就像我们就身体上辛辛苦苦，也是我们这样子讲，我们就比例的上面，你的前面先观察观想，就我们就福田的，就像我们就藏文讲的话，除夕讲的话，中文讲的话怎么说呢？就自两田，就这两天一定要观想，我们你的前面像是诸佛菩萨，就你的前面，就所以就那个时候，我们要当你学佛的时候，你加入佛教的时候，你要皈佛、皈法、皈僧，这是我们的这两天，是不用听他讲了，就佛还有那个皈佛、皈法、皈僧，全部都你的前面，就因为它也是高级的，不要低，就所以那个前面，就我就做了很多做对的做了很多错，我做了很多错误，就所以我要忏悔。还有我的那个怎么说呢？我的修行或者是我做的不够，所以我要拜那个上师佛的前面，所以就我们就拜也是这样子的，就所以就我们就要
小便的话呢无底土地，就大礼拜的话呢全部都这样的。为什么那个大礼拜跟小拜吗？小礼拜这样子就大礼拜的话呢，就有些要说通过上次来说，庙大礼拜的功能非常大，就刚不用说了，你的刚刚佛的这脸前是上去诸佛前面，就所以就我要忏悔，就我要今天就忏悔的自己的身体就做这样的，就像这样子的话呢，就你的动机呢也是我就不只是现在未来就所有的众生成佛的，所以我像这样的以前就是大的人，以前是佛菩萨们像这样子过去这样子成佛，我也像这样子学这样子拜，原因是这样子，所以呢就念大礼拜的话呢，你的全身全部都手指脚肾就这样子拜，不可以假如说所说这样子不算大礼拜，就所以像这样子拜的话呢，你的身体多长，就这个身体下面就那个物质嘛，多少物质数量，所以你的福的质量的数量，所以像这样子的话呢，就所以你要福的质量像数量的福的质量拜的原因是，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很多的就大礼拜的原因这样子。那有些人呢，真的就佛菩萨的加持，就那个轮回的怎么说呢，过世，这样子拜的话，自己的身体怎么辛苦，自己的身体怎么样伤害就不管，就我这样子拜了以后，就他的以后拜了以后的他的功德是会，还有他的庙，还有他的福报。完全一下不一样的，就慢慢的感受到，就这是一天人他就不是这样子的，就我也听说看过那个月那日巴的怎么拜的，他怎么苦修的，还有中巴大师他怎么样苦修的，就像这样的拜了以后，就他的智慧就怎么样增长的，所以像他们这样的学了以后，就我们拜也是这样的，礼拜是这样的，如果就我们供经跟拜是不一样的，就供经是我们就同学，还有人都联系观经，我们一定要他要也是我们尊主，还有身体上，就我们很多中国传统一样，像这样子的，西藏这样的礼貌的都是这样的，这是礼貌，不是拜。拜的话呢，就一定要我们的前面，我们三皈依前面，我就像怎么样。怎么样遭到怎么样？我一定要你怎么说？我怎么样痛苦？我一定要相信你，我一定要他说什么我也听。像这样的拜这是拜，这是不是那个怎么说？我们平常的供敬尊重不是这样的，就尊重跟拜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我们实际上我们的人都也是有那个动物里面有。我没有听过中文里面拜什么又说，所以我们人的佛教里面的有一种佛事，就这样子。还有